即马科技真进步，有一款海绵叫做科技海绵，淋水就使将垃圾的所在切干的清气溜溜，因个是加水好帮手好助手。要不其实科技海绵内面有三聚氰胺甲甲醛的成分，尤其是三聚氰胺，你若淋到水有可能会产生有毒的物质。你来讲洗碗冲无清气，都可能食落腹肚底。另外有未少人用这个洗碗精用到剩一丝仔时，唔甘单调，就讲安尼无彩淋淡薄仔水。医生提醒讲，你淋伫内面的唔若是水尔。 有可能是你看无的细菌。不管是水的分子，也是地叶的分子，一块科技海绵加一点仔水，免清洁剂，同款会当洗甲真清气。不过内面可能有藏你看袂到的毒素。 本身是属于甲醛加上三聚氰胺的集合物，所以说，水本来就是可能会溶出，尤其是三聚氰胺。如果你用比较热的水，温度比较高的温水，也更加容易溶出一些三聚氰胺。三聚氰胺若是无细致去食到，长期落来会油脂过少，甲醛的是一级致癌的物质，千万唔通摕来洗碗盘。这洗碗盘上好也是用洗碗精，敢有准备好势？ 洗甲剩一点点啊，免感觉可惜，但是你有可能会像安尼做。加一点仔水落，照常会当洗，但是你讲有确定安尼洗真正会清气？我们的管线比较老旧，所以家里的自来水龙头打开那个水流出来的话，还是有微量的生物、细菌、微生物，那甚至是阿米巴原虫。那当你把它加到清洁产品的时候，你就无形当中增加很多微生物污染的一个机会。 医师建议，若是有想要加一点仔水咧，安尼上好就爱使用有煮过的水，伊的含菌量会较低，而且一次就爱使用完，避免伊会增加细菌。